重陽浪接天，六朝紅樹映山前，海納9月花還好，微覺秋聲過耳邊。嗰邊就係聖母谷，我哋何不前去遊玩一番呢？好嘅，一文兄，意下如何？哦，小弟欲多留，飽看眼前風景，請諸位先行。哦，如此說，我等先行也罷。好，請啊。偷放風箏真可恨嘛！
係我方才執到嘅。係我噶。哦，如此說，物歸原主。多謝相公。呢位相公，呢隻風箏唔係我嘅。唔係你嘅？我風箏上面都冇字嘅。啊，字係我方才寫上嘅。你同我寫啲乜嘢喺處啫？姑娘請放心，待小生念來你聽。不羨紅絲牽一線，扶搖直上遙空。幾曾愁夢要芳從，凄香心婉轉。射影骨玲瓏，信到黃花還比秀。無端輕落泥中，盤將弱質鬥西風。命雖同之薄，身肯逐飄蓬。命雖同子薄，身肯逐飄蓬。姑娘一來傷感起來呢？你因何傷心落淚呢？相公，你叫翠蓮姑娘，我見姑娘，你為身世悲傷，引起我同情，一那專通一定逐你回家嘅。唉，親爹爹，更不得行，只一遭遇大旱天，強迫要納稅交租捐，我負受那官妻敲打喪王可嘆他父母雙亡，遭慘變零丁，辜負實堪憐。恨我有心無力，空見你悲酸。相公你深切關懷，我已感激不淺。
夕陽西下，我都不敢多留戀。姑娘，感應上公賜告姓名，等我留作終身紀念啫。小生張日文，文昌人士，在瓊台書院謝寶老師門下讀書。哦，原來張上公珍重。翠蓮姑娘珍重。
錯。夫人，翠蓮事情怎樣啊？也曾拷問，死口不公。你便如何？我曾打賤人，打得半死。啊？如今呢？叫他受苦，鎖在柴房。唉，夫人，你做差了啊！夫人，你有所不知，道台大人請我過府，要納翠蓮為妾，老夫也曾答允，日後翠蓮記恨在心，那時如何是好啊？為今之計，如何嚟處置呢？夫人，我不將他放出，以善言勸慰，消他仇恨之心才是啊！我想道台夫人，佢為人兇狠，爭寵念船，前者道台有兩房姬妾，都被他害死，翠蓮過門，料也難逃毒手。老爺，你不用擔心。夫人說得有理，坐下商量。錯。走
原來翠蓮戰起已經逃走。你在快去追趕回來。知道。老師，莫非多飲幾杯花了眼呢？剛個重陽只得半邊月啫，可以說一輪明月照海南呢？你看見是半邊明月啊？半邊明月，我也看見是半邊明月。本來是半邊明月啊！你看見是半邊明月，我也看見是半邊明月，合起咯，豈不是一輪明月呢？老師德中才高，無人不讚，讚你諸子百家，天文地理無所不識噶。我有所不曉啊！哪樣不曉呢？一不曉阿諛諂媚，二不曉顛倒是非，三不曉傷天害理。此所以得人稱讚啊！此所以得罪權奸啊！你呀，我本啊貪，佢次次如夜用啲兩文啊，真貪好啊！
豪門奔你走，成眼鳳色，太無彎。還是我嘅菜根啊！我讀書滋味野長，落得清茶，我打咩飯？若不能行，幾日字，仲寫榮華顯呢貴。我也是做佢等最皮那歡還呢家，不食雨夜知往咩還，非是老夫。皮性咩硬，應該分清重，不能令無嚟千就應留正氣，在人命間。願得天下英才，而教育之，雖窮何堪？何來悲聲隱隱，前到此間？老奴都已背噃，老夫心清啊！我想孤顏哀鳴啦，非也，唔係，哦，莫非杜鹃啼血啊？亦非也，唔係，還有什麼啊？非因風龍足，不是雨霖鈴，民間多疾苦，是夜有悲聲啊！老師早回書院休息也罷。原來呢位就係書院老師，好一位正直慈祥長者，何不我求他書院收留，就可以得見張相公一面啊！哎呀，事到頭來顧不得許多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天啊！哦，老師啊！剛才叫苦可是？是我。你因何叫苦啊？小生為找同鄉，貪趕路途，來到此處，一時迷失了路故而失
麼大人，再咪以大人相稱。我是書院一名掌教，你同鄉現居何處呢？吓，亭台書院。哦，佢叫何名字啊？張日文。哦，似有湊巧，張相公就係謝老師嘅學生嚟啊！哦，原來老師又嚟。我正要趕回書院，與你一路同行吓。嚟。重曰偶榮風箏句，線上重題常黯然。張相公，林伯，老師在路上帶我回一書室，要來見你，說是你嘅同鄉。我同鄉？哦，好，有請。
來拜訪啊！哦，難得大家到訪爭光，仁兄，請。請。請。仁兄到來，有何指教呢？請教是真。豈敢？小弟不才，哪敢班門弄斧呢？張兄又要客氣咯。哦，好。既蒙不棄，不知是要談詩啊，還是論文呢？仁兄你讀來，容我想想。仁兄，請問詩句自何來？係我同鄉對我講㗎。他又聽從何處啊？只知四處傳那樣，四處傳揚。還有人為此詩詞，弄到我從天下過。仁兄，實不相瞞，小弟從九登高，執得風箏一隻，心中有感，提下這首詩詞啊。哦，原來出自張兄手筆，比如愛情怎樣呢？係，鎮台小姐把風箏放啊，風箏線斷落山歌，丫鬟尋找來山上，我便原物歸還。小姑娘，她身世談羅多苦況，
至今惆悵，未能忘啊！嗱。神話分明係憑想像啫，人間世上就惡商量咯。張兄，人間也有個黃寶村，敢與爹爹生的長。可惜聖母公
見，翠蓮今日被鎖柴房。又未知他心是否似我心，我睇姑娘比你仲好膽量。我似將生情意重，但係中間誰個是紅娘？難將此線躲遙襟。好啦，我就代你把絲線送到姑娘的手上。張兄，到底都因為佢係丫頭，你呢個係相公呢？非也，只為仁兄不會走避非事，難入鎮台府上，又何萬一疏漏，那時更害了小姑娘啦。哦，原來相公對我真誠，我翠蓮今天來得到我咯。哎呀，點同佢講好呢？哦，難道你就是翠蓮？哦，你因何女扮男裝來到訪啊？相公，我若非如此，怕今生今世都難到你書房咯。哦，看來你苦難親上，正如方才所講啊。可恨鎮台殘暴，似虎如狼啊！還有苦情在後添。送與個島
見不平，理應相助。為是鎮台勢大，怎被鋒芒呢？相公，就算刀斧臨頭，我翠蓮也不便至。若然相公留我則願託終身；若然相公拒我翠蓮唯有……我並非無義之人，哪有不留之理？怎來此時此地？相公，我亦知道書院學堂難藏女子，為求眼前險過，你便帶我回鄉。我翠蓮能耕能織，願同甘苦。相公你主意如何呢？感謝你情真和意重，願孩地教與天長。啟稟大人，4次找尋翠蓮不見啊！嘿，無用東西，小小一個丫頭，難道要老夫親自去找不成？大人息怒，小人查得翠蓮下落。他現在何處？係巡夜差官回報，見一男子貌似翠蓮，他走進書院，只因月夜看不清楚，不敢望步。大人，我想提詩之人是個書生，他既是書生，定在書院，理所當然呢。我想借老頭兒，他素來高傲，他連大人他連大人也看不在眼。哼，此人令人可恨啊！大人，何不乘此機會
去搜查佢嘅書院，若搜出翠蓮，那是加他一罪，可蕭大人此恨呢？好，就命你先帶兵丁包圍書院，老夫隨後就到。遵命。老師事情不好啊！何事？鎮台府兵馬圍困書院啊！你可知什麼緣故？說我書院有人勾引鎮台府士婢，窩藏院內喎。決無此事！哼！鎮台平日恃勢凌人，糊塗生事。他既然到來，我姑且以禮相待，待我更衣。
來宇宙到，弱女怎能抗強暴？催連插翼也難逃，他似逼緊懸崖差半步，啫我似熱鍋螞蟻啲手煎呢傲，兩下彷徨一樣苦。如何是好？張相公，哦，林伯，相公有什麼心事啊？我冇事情啊，冇事情，冇。看你神色不安，又說什麼如何是好？擔心手書院，我哦，難道是你啊？哦，真係你，老師還在換葫蘆噶？林伯，你救佢啦，林伯。外面兵馬臨門，事到如今，還是對老師講明才好。去咯，我出我頭睇住先，去咯。老師，學生有罪。一問你為咗我跟前什麼緣故啊？係我收留鎮台侍婢啊！係你？那一聲小奴才，不借進教化道，累為師今日索名譽啊！一億幾夜拜一前那頭，是有恩情可說老師識眼路，我問良心如朗月，不是羅亞子登途。他淫奔嚟勾人啊，嚟夜經半那度，常氣同來狡辯啊，不知空夜猛啊知也頭。老師，他非是舊俠罵淫奔，只係不甘任人擺布。不甘任人擺布，是必有因，內情怎樣？老師，嗱，一絲成罪證，平地就起波濤，鎮台佢亂猜疑，撕票都難申訴。堂前遭毒打，柴房又作監籠，逼得出走化男裝，佢寧死都不願偷生受苦這女子倒算是硬骨頭，學生敬重於他，正是這一點啊！胡說！他不惑之有志，淫奔則不該。你敬之為同情，立之為非禮，差之毫厘，謬以千里，可不謹慎啊！試咗頭來，我問你點？你叫老師又點？學生死而無悔，斷不作父兒之徒。今年挺身去見鎮台，天大嘅事情都不辦。你老師，實不相瞞，我就係翠蓮，有苦衷上。
你兩個可謂不知地厚天高啊！老師，喜來，你嘅事情我完全知道。你主人帶人馬圍困書院，你累人累己，急殺老夫啊！老師啊，真台到啦！老師，於老僕之見，先找個地方把他收藏，再嚟遠方啊！將翠蓮帶出轎廳，把她藏在我轎底，你就轎底之內切勿張聲，老夫只有良謀在後，你多謝老師，快去。
遠迎，尚其見諒。大人到此有何指示，請到其場。謝長教，你書院有多少生徒？門下生徒100有餘。可算得桃李滿門啊！大人過獎。不知日常授何科門？五經四書各居其本。五經四書不教也罷，何不專攻一課？哪一課？教讀西商啦！哼，果然滿面羞慚。若非教讀西商，何至書院不成書院？若是書院不成書院，此地是什麼所在呢？哼，乃是歐蘭，乃是藏舊立屋之所。大人何以見得啊？嘿，你枉食朝訪誤人子弟，還來裝瘋吧？吓！三字經講清楚，教不呢言，只知一個。你門生曾闖禍啊！要你這老華師做什麼波？我這某位雖不拿財，但係聖人都有錯。感情大人，名義教我。你門生在外，勾引女子，作奸犯科。哪一家的女子啊？勾引我是婢催蓮，在你書院藏躲，好膽量啊！淫賓苟合，這書院作安樂。只還了啫嘛！你若要我免動干戈，快些對我來認錯。如此說來嘛，謝某太過糊塗，糊塗太過，有疏管教。管教有疏，不過什麼？不過大人算我學生，勾引你專婢催蓮，是大人以文還是目睹呢？好，是本鎮的木兒官，難道有錯？如此說，辱沒了大人咯。此話怎解？自從大人鎮守瓊州，人人都畏懼，足見大人你嘅威德。為是今日之事啊，
既是大人你親眼所見，區府內一個丫鬟，何不就地咗得擒拿，反而讓他逃脫？看張起羅，大人你都難辭其罪呀！啊！老夫有罪，罪在何來？大人，你官居係鎮台，竟然容縱侍婢私奔，誘惑我生源，玷污我書院，不知大人你居心何在？責有難辭啊！這個呸！分明你回身勾引在前，窩藏在後。你這書院學規何全？你這老師要來何用？謝某無才無德，管教不宜，一不超生徒也未可料咯。我是大人侍婢，生長在你禮儀之門，又出自大人你所教，竟然幹出咗不端醜事，倒也出奇，令人難信啊！來，先為首過。呵呵，我勸你知錯對我當面來認錯，須知書院我早封鎖，飛也飛不去，躲亦難以躲，你好快將他來交出，尚可以補過。我謝某有何過？你若要守書院，將公文交過我，兵權在我掌，誰敢來難阻守你小小一書院？要公民做什麼？民有民職權，武有武官助。我謝某雖小，總是朝廷器物；書院雖小，有助於取士開科。道台大人係我嘅上司，你若要守書院，先得他許可。你分明借詞推搪。咩呀？我幫你兩位大人會搞到文武啊不和。你莫以道台壓本官啊！咁亦請啊大人，你要尊重我冇道台首領也要守不出。大人，你又話如何？你膽敢藐視本鎮台？咩呀？藐視王法，藐視上司呢？我倒驚大人你會做錯啊！我曉你嘅鬼計！你騙我要取首領之際，幫走催蓮脱黃羅。書院圍滿你哋嘅貴兵丁，更加上得個能幹嘅師爺，就算蒼蠅也難飛呀！我要與你一同前去，正要前去，師爺過路，休加快兵
兵丁包圍書院，不許放走一人。去，立即前去，事不宜遲。門前備馬。來聽打叫，知道。走，請啊！老師啊，已經到竹樹坡前啦，不如讓我哋唞一唞吧啦。係咯，抬轎跑夜路已經踢破隻腳趾頭啦。好，你哋嘅係疲勞，在此唞一唞。誰人准許你在此逗留？係隻抬轎起行，莫阻現時候。大人，人心肉做，他們不是馬牛。你騎嘅係畜生，我用嘅係人力，人點比得你嘅禽獸啊？哼！身為轎夫，亦等馬牛。左右，打！慢！大人，你無端將轎夫毒打，不督有干律例，恐怕難服人心啊！這個，你哋不必打啦，我打起來快走，走！慢！借福借落，有打傷你哋冇？我打傷條尾龍骨啊！哎呀，打到我唔喐得啊！你打成咁樣，即係唔才得。取公民要解，難道在此長留？叫左右，站衝轎夫，抬轎走啊！大人，若要為兵丁衝作這謀轎夫，於理不應，於法不容，於情更不合噃。嘿，本陣不管許多，有開慢！大人，你須知朝廷養兵用嚟守土衛國嘅，若要你兵丁充作我轎夫，一旦朝廷聞知，嘿嘿，恐怕你我人頭都難保啊！這個大人，
此處離道台府不遠啦，依謀之見嘛。退咗。我寧願捨轎不作，步行路上都有謝福謝龍，你哋若果身上受傷，就在此地唞一唞。頂轎啊，莫咗行人來往，將佢抬往竹樹坡頭。哼！你哋唞完之後，帶呢個道台本接我，來，請啊，去帶下，知道。咪阻住行人來往，把轎兜去竹樹後頭，牛。翠蓮姑娘啊，唔使怕，真途經有啲好遠啊，快出嚟啦！苦盡甘來咯。看彩霞，燦爛如畫。還難。